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喺聖經有本書叫做《使徒行傳》，喺第9章開始嗰一段記載一件咁嘅事，我相信唔少人會認識，就係記載一個掃羅，後來稱為保羅嘅呢一個人，點樣悔改成為新造嘅人，一個經歷。掃羅就係保羅以前嘅名，當佢未曾悔改之前，佢稱為掃羅。掃羅向主嘅門徒口吐威嚇兇殺嘅說話，而且去見大祭司，求嗰個文書俾大馬色嗰個城各個會堂嘅權兵，如果能夠揾到邊啲信奉主耶穌嘅人，信奉呢個真道嘅人，無論係男女，都准佢呢捆綁帶到耶路撒冷。後來掃羅就行路到大馬色，忽然間喺天上有光，四面照住佢，於是佢就撲倒喺地上。因為光好強，佢聽見有聲音對佢話：掃羅，掃羅，你為乜嘢逼迫我呢？掃羅話：主啊，你係乜誰啊？主話：我就係你所逼迫嘅耶穌。起嚟，入城，你所當做嘅事必定有人話俾你知。同行嘅人企喺嗰處，但係講唔出說話。聽見聲音，但係睇唔見人。掃羅從地上起身，睜開眼睛，但係竟然冇辦法睇見。後來有人拉佢嘅手入咗大馬色，喺嗰處3日，唔飲唔食，睇唔見。掃羅係一個逼迫信耶穌嘅人，好熱心嚟到逼迫信耶穌嘅人。當神一個忠心嘅僕人司提反被害嘅時候，人攻擊、人逼迫司提反，要用石頭掟死司提反。掃羅不知幾歡喜，幫嗰啲呢用石頭掟司提反嘅青年人嚟到看守佢哋嘅衣服。你睇佢哋幾落力，佢哋除佢嘅衣服，拎石頭嚟掟死神嘅僕人司提反。可想當時嘅人對神嗰個心嘅惡毒，嘅反叛，唔淨止我哋呢個世代對神係咁，以往嘅世代都係咁。人嘅心就係唔要神，今日更加厲害添。掃羅就係咁嘅人，還有掃羅有一個錯處，掃羅好拜神，好敬畏神嘅，但係佢以為殺嗰啲信耶穌嘅人，逼迫信耶穌嘅人，然後呢先至係更加愛神，更熱心敬畏神。錯咗。掃羅係一個青年嘅人，掃羅係一個好有為嘅人，亦有權柄做呢啲事，做事又做得好積極，自己親力親為，入去一個好多信徒嘅城，叫做大馬色。喺嗰處嘅目的呢，就要拉嗰啲信耶穌嘅人，拉去呢捆綁佢去耶路撒冷。掃羅後來呢，佢自己話佢哋呢俾佢哋喺嗰度受刑，強迫佢哋讀褻瀆嘅說話，甚至哋有時呢逼迫到佢哋呢至到死。掃羅做咁厲害嘅事，好啦，於是佢就入呢個大馬色。但當佢行到半路嘅時候，天上忽然間有大光照住掃羅。掃羅冇辦法忍受，就跌喺樹，仆喺樹。於是有個聲音從天上話：掃羅，掃羅，你為乜嘢逼迫我？
掃羅話：主人，你係乜誰？我就係你所逼迫嘅耶穌。自從掃羅喺路上見到主耶穌，睇見神嘅榮光，掃羅嘅生命就起咗一個極大嘅改變。佢估唔到佢咁熱心，佢估唔到佢所做嘅咁積極、咁落力嘅功夫，竟然係逼迫神嘅兒子耶穌。佢知道錯，後來佢悔改，佢入咗大馬色喺個樹，佢嘅眼因為大光嘅緣故唔能夠睇見，喺個樹3日唔食唔飲。我相信掃羅3日3夜喺個樹悔改以往點樣得罪神嘅罪。後來點？後來神竟然用掃羅成為佢一個非常有用嘅僕人，後來稱為保羅，大家都認識。為主嘅名受盡幾多痛苦逼迫，甚至到最收尾為着主嘅名而死。以前逼迫呢位耶穌嘅人，今日竟然為着傳揚耶穌，為着神嘅兒子緣故，犧牲自己嘅生命，為耶穌而死，成為一個殉道嘅人。各位，你睇到嗎？點解掃羅會有生命咁大嘅改變？我要話，所有碰到主耶穌嘅人，有主耶穌生命嘅人，佢嘅生命必定好似掃羅咁樣嘅改變。爭在快同慢，但係一定有改變。前後兩個人，掃羅就係咁。以前係一個逼迫耶穌嘅掃羅，但係後來一個為耶穌而活、為耶穌而死嘅保羅。前後兩個人生命嘅改變。乜嘢使到掃羅有生命嘅改變呢？唔係教育，唔係科學，唔係道德，係呢位大有能力死而復活，你嘅救主，我嘅救主耶穌。耶穌有能力改變人嘅生命。我要話呢個講緊嘅人都係耶穌嘅能力，復活嘅大能改變咗佢嘅生命，使佢前後兩個人成為今日一個新造嘅人。所有信耶穌嘅人都可以同樣嚟到喺你嘅面前做一個見證，耶穌點樣改變佢嘅生命，點樣救佢脫離罪惡，點樣從黑暗中將佢救出嚟，點樣開佢一個呢心中嘅盲嘅眼，使佢重新睇見光，點樣呢將佢嘅腳從死亡嘅道路走上平安嘅道路。耶穌係人生命嘅救主。你今日有冇覺得你生命腐敗？你有冇覺得你生命被罪惡所壓害？你有覺得呢？你今日呢生活喺罪惡之中痛苦，你冇辦法掙扎。你也曾用過好多辦法想改良自己，但係你好似完全失敗。你越想掙扎，越想改良，越想做好，你發現你越陷得越低，好似跌咗一個泥凼裏邊一樣。但我話俾你聽，耶穌能夠改變你，耶穌能夠改變你，唔係地上任何一個人，都唔係地上任何一個宗教，唯有神嘅兒子耶穌，佢能拯救你，佢能改變你嘅生命。因為耶穌一來，黑暗嘅權勢就除去，耶穌一嚟能夠斷開罪惡嘅鎖鏈，耶穌一嚟使人得着神嘅生命。呢個係聖潔公義嘅生命，即係永生，使人走上一條光明又新又活嘅路。只要你肯，只要你肯悔改嚟到歸向佢。昔日耶穌點樣改變掃羅成為咁榮耀咁有福嘅保羅，今日亦一樣改變你。而且今日神已經改變無數嘅人。以前幾多人沉溺喺罪惡之中不能自拔，甚至有人被罪壓害，要去自殺，去服毒。但係當佢碰到耶穌，喺佢死亡嘅路之中碰到耶穌，耶穌改變佢嘅生命，
耶穌重生佢，使佢嘅生命好似再生過一樣，有光離開佢嘅罪惡。如果今日有好多嘅罪惡捆綁你，你冇辦法脫離；好多不良嘅嗜好纏住你，你冇辦法脫離；或者有好多嘢令到你呢唔甩得嘅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嚟到耶穌說，耶穌有大能，耶穌斷開一切嘅鎖鏈，因為耶穌基督已經釘落十字架，藉着佢生命嘅犧牲，藉着死敗壞咗嗰個掌死權嘅就係魔鬼，握住罪惡嘅，使人落在罪惡裏邊嘅，使人做罪嘅奴隸嘅呢一個魔鬼，耶穌已經在十字架上藉着死敗壞咗佢，勝過咗佢。所以今日所有嘅罪人都可以因耶穌基督得着釋放，脫離魔鬼嘅權勢，正如今日無數信耶穌嘅人一樣，脫離魔鬼嘅權勢，做一個自由嘅人。耶穌能夠救你，耶穌現在能夠救你，耶穌能夠斷開你罪惡嘅鎖鏈，佢有能力，佢昔日點樣大有能力改變一個咁樣嘅掃羅，成為一個為主而死嘅保羅。佢一樣能夠今日改變你呢啲充滿罪惡敗壞絕望嘅人生，成為一個光明燦爛嘅人生。如果你肯親就佢，佢現在就幫助你。所以朋友唔好躊躇，趁着今日聖靈喺你嘅心做工，現在就悔改，現在就承認你嘅罪，現在就接納耶穌做你個人嘅救主。佢必定使你以後嘅生命成為一個有意義嘅生命，一個光明燦爛嘅人生，今生有福，永遠有福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